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终于，正义又一次战胜了邪恶，真诚战胜了歪念。无暇顾及太多，游戏即将进入尾声。林珊姐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都在等着你们呢。你们在干嘛呢？还没吃饱呀？哦，这么有兴致烧烤？不是啊，刚刚思聪哥气得饭都吃不下，所以拉着我们来烧烤喽。气死我了！这么辛苦帮他拿回刘龙喜，就给我一根蜡烛。这，哎，你刚还不是拿了一道贴身符咒吗？都怪你啊！说什么贴身之物？我说的是事实嘛。古代君主用的贴身之物不都是些什么玉佩、刀剑之类的吗？谁知道这个太子这么朴素啊！再说了，你也没多辛苦啊。打架是我们打，受伤是我们受。对呀，冷剑还，严格来说，你最轻松了。我精神上付出了多少啊？出谋划策也是会累的，很大压力的。但是好像每一次想的策略都用不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证明我随机应变能力强啊！如果不是因为我跟元宝发现了可以输血的秘密，你早就小命不保了。是啊，说起来也奇怪，你们说这游戏的设置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刚才太子宴请就吃了那么几个水果，连个脱衣舞都没得看。你以为太子像你一样好色呀？哪里色啊？那叫饭后娱乐。你没看人家古代那些皇帝啊、太子什么的，夜夜笙歌。哼，这什么后宫佳丽3000呢？都是骗人的。我家小明还小，儿童不宜呀。啊，其实这还算好的。这个游戏比较大的 bug 就是我们还可以互相输血这个事儿，我们还得了便宜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虽然说我们可以作弊互相输血，可是我们也是会没命的。每一次逃起命来都是拼了。命都是我在拼的，福都是你自己想的。你们一个个的老是说我不干活，今天就要跟你们说清楚，你们觉得领导者和执行者谁重要啊？你们走在前面辛苦我是知道的，可是如果领导者的方向错了，你们的辛苦就是白干了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都没有当过老板，又怎么会明白呢？没事儿啊，最后大家团结一起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？你做你的老板，我们做小弟，各司其职嘛。这话我爱听，你们一个个的向人家9五后的学习一下，不然都落伍了。不是啊，你看我们5个人的感情不是变好了吗？从一开始的各自为战，到现在的 teamwork， 而且胜利在望啊。感情好的是夏凌晨和郑元宝啊，我跟你们
不熟。不是这样说的呀，思聪哥，我和你感情最好啦。哎，别！我怕元宝用扇子把我一扇到西伯利亚去。不会啊，我只会一巴掌呼死你。好啦，我上个洗手间，帮我烤个鸡翅吧。烧鸡翅我中意吃。干嘛留给你啊？我自己不会吃啊。哎，快！趁凌晨不在，我想请大家帮个忙。元宝哥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。不会是当众求婚这么 low 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女人就那么几回事儿，什么鲜花、戒指、跪地求婚，不是求婚呐。难道你想和她分手找不到理由借口？我可以帮你泡她，然后你说她一脚踏两船。别玩了，思聪哥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我跟凌晨过几天就生日了，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觉得这就是天意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surprise。我最会了。哦，我想到了。你趁他洗澡的时候，蒙着脸从他背后出来吓他，假装打劫。这是惊喜吗？惊吓吧。那有些人就好这口嘛，不喜欢就换一个喽。又比如，你可以欲擒故纵，先跟他分手，然后再跟他一起过生日。我之前就是这样和我女朋友说的，后来就真分手了。也是。夏令神又不是非你不嫁。什么？没事。几号来着？我来给你看一下，你够不够时间准备？我们是农历的5月5日。哎呦喂，太子，怎么啦？又想死我们了？太子殿下，未知请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无畏侠士不急。喂，这太子是不是觉得昨天送我们的东西太不值钱了，想再送我们东西？可能是想取年头呢。鸿门宴吗？这是？看起来不像啊。你看这 NPC 怪可怜的，冷剑死之后，新的家丁、丫鬟一个都没有画上去。不知五位侠士接下来有何打算？
我们要回到老家啊。不知五位祖籍何处？ Hong Kong。红空是哪里？在五国疆域上，好像未曾有过此地。不知道是正常啦。看你们这游戏这么破，估计美工也没设计几个场景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疆域还没扩张到那边。你们还觉得我们南方呢是蛮荒之地？侠士果然胸怀大志，还有扩张疆域的雄心壮志。思聪哥，不能和太子说扩充领土的事儿，会以为你要夺位呢。不早说。我是说南边一个山旮旯之地而已。几位侠士正值人生最好年华，本王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几位侠士可否留下辅佐本王？来了，就知道是这种套路。太子啊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无论是国家大事，还是百姓生活，我们都未能透彻了解，并不是适合的人选。对呀，我们连科举都没有考过，古文也不会讲。再说了，在这里多麻烦呢，连衣服都没得换，而且又没有品牌店，还有啊，连化妆品都没得选择。还是不要了。应该没有女人当官这种事情吧？几位侠士不必客气了，本王已经领略过你们的才智，想必只要加以利用，定能助朝廷一臂之力。哥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们还要赚钱养家。对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去办。那就容几位侠士再多做考虑，我等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好。既然今晚我们都这么开心哈，那就让我们的夏凌晨来给我们一段表演。来，凌晨。好。接下来，我们的三根元宝还有节目要表。刚柔并济，孔武有力，又带点俏皮，实在新颖。那这位少年侠士，我就唱首歌吧，但我唱的不好。来。
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，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，也许你想我的时候，我也在想你。谢谢你今晚的宴请，我们喝得很 happy， 耶！ happy 哦，就是尽兴的意思。有趣有趣。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吧。拍照，意思就是说，像宫廷画师记录我们相聚的时刻一样。那没有画师该如何实现？用自拍神器。真是神奇，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本王今日又长见识了。还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，以后有机会再一一告诉你。哦不，没有机会再告诉你了。其实嘛，有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，比较单纯，比较快乐。太子殿下，他有点喝醉了，啊你不用管他说什么。嗯，我们先告辞啦。有缘自会相见。走喽，再见喽。报，有什么事？回禀二王爷，下面有人来报，那5个怪物和龙之子在幽兰谷夜夜笙歌，并无谋反之举，只怕是缓兵之计。之前刘龙喜轻敌了，这次绝不能失误。那5只怪物现身何处？已经离开幽兰谷，至于去哪里，密探还未回报。既然龙迹现在无人庇护，那是时候行动了。王爷，臣明白。小心行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诺。王爷，不如在幽兰谷直接把龙之子给灭了。蠢货！要灭龙迹，为何要等到今天？要封住朝中百官的嘴，必须要那废柴龙迹下诏书亲封本王。臣明白，臣马上去办。通通都是蠢货。开心，再喝。郭思聪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差点就穿帮了。差点就是没有啦，吵什么吵？凌晨姐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要是真和游戏里面的人发生了什么关系，那游戏任务就完成不了了。那听到没有？我们还是一心一意完成任务就好了。第4关我们已经完成了，再过了终极任务，1000万就拿到手喽！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。现在下一关的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完成个屁呀！哎，之前我们的任务不是1环扣1环吗？那第4关是找到玉玺，那终极任务应该是助太子登基。这套路也太不对了吧！我们是刺客，我们进到游戏是要杀人的，哪里来这么多正能量的设定啊？我也觉得不是这样。啊，不是帮人，那就是杀人了。杀谁？二王爷。
哎，你们看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怎么这路上多了这么多人啊？好像真的多了很多人哎。难道是我们任务快完成了？公司都把钱投到了终极任务这一关了，增加了 NPC。你们确定这些都是人？我怎么觉得瘆得慌？哇，还真挺有设计感的呀！好美啊！哇，好像抄了哪部电影。哎，小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自己跑开了？不是啊，女生姐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。男人，都是女的，哪有男的啊？刚晃一眼就过去了，我觉得他很眼熟，很像柳先生。弟弟，你喝多了吧？柳先生不是死了吗？我真的看到了，不信我们去看看。哇，又来啊！你不这怎么这是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干嘛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